张少廷在邻居口中是出了名的勤俭，苦过半辈子，什么东西都能卖，什么都不奇怪。我以前两夫妻很辛苦了，是刚开始是卖猪肉，后来就是在卖煎包，水煎包，后来说我会卖酱油。从猪肉卖到水煎包，再成为酱油经销商。经过不断的尝试，张少廷才终于找到事业的春天。如果是用放盐巴跟水去跟味素去煮的话，它味道是没有。那酱油一放下去的时候，那味道马上散发出来了。手拿钟爱的酱油，好滋味说都说不尽。在物资缺乏的年代，开门七件宝：柴米油盐酱醋茶，样样珍贵。在耕田的时候在除草的时候像我阿进来拿饭那个点心的时候就1碗公的白饭，它上面浇酱油，这样就可以吃一餐。对，我们就吃那点心了。小时候尝过的酱油豆香，到现在还难以忘怀。咸味、甜味、甘味、传统味，通通脱离不了思念的家乡味。也嘛该扣梅扣梅嘛扣，或者嘛该扣梅，就什么这是什么口味？亚黑嘛给扣米，亚黑嘛给扣米。